竹教授所著《史学九章》第8章钱穆论清学术视频导论。钱穆的《中国近300年学术史》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。这部书于1937年7·7抗战爆发之前出版，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。钱氏自谓，人工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300年学术史，并印有讲义。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，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2之讲义，因与人工意见相异，故另撰一书。于是前2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。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，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。然学术不断进步，两世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，无论在写作方面、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，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，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。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，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，也会对前人要求太过，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，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，既有所突破与进展。若能以旧日的标准，一味赞赏前人之书，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，岂非自认近1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，毫无进展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，高瞻远瞩，大步迈进。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，固然要指出与人工相异之处，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，前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。前书晚出10年，在篇幅上固然胜出，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，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。故读前书的同时，不时参阅梁书，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。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300年学术史，除了自称以人工立意之外，亦有阐述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。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，值得玩味。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，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就有何种距离，其主要论点为何，是否有效，影响何在，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，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。清学史渊源：清朝享国约300年，钱穆与梁启超所谓300年学术史，就是清学史。梁与清学是一对晚明毕正与王学流弊之反动，明末虚学之输入，藏书科书读书风气之渐盛，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，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。所言虽能不免简略，却每举目张，并照顾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，多少反映了清纪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。钱穆虽晚于人工1世代，
思想则似乎早人工一代，故绝不提16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，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。仅为清代学术导源于宋，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，其意清学既接汉敌宋。若不知宋学，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。故一知宋学，必须追踪到唐宋。若然，便无以评汉宋之是非。若然，则近300年学术史应作近900年学术史矣。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，并非完全反对宋学，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，而流弊见之于300年前，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900年之前。节目论清学渊源时，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。若谓东林不仅矫枉王学的末流，而且烹谈政治之现状，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？前世虽极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，或为东林之思想，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，故为东林之所谓实学。康雍与以往更渺不相涉，然则前世敬畏清初学风尽出东林，无乃太过。事实上，前世所讨论的王黎洲、王传山、顾炎武三巨子，乃是清学的先驱人物，诸人背景虽异，皆欲就空谈心性之弊，以实学继之，并由于用事，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了定论。前世在论述这些先驱时，也颇习用梁氏原语，或转引梁氏引文，小篆抄袭梁书之处尤多。最明显的莫若传山传略有曰：其遗书得77种250卷，此外未科及译者尤多，仅改译人工所记，译者不少，为译者尤多。然而梁氏误记卷数，前目照抄而未查书，故而延误。按传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，上海太平书局1930年重刊，计70种288卷。如果传统文士转入前人之书，习以为常，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。然前世仅言以梁氏之意，而不及其同，不得不表出之也。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继子，学者最敬崇无碍，多少归功于梁钱两世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之肯定，而两人对三世的评价也大同小异，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。梁所接黎州虽出自阳明，实已提出治良知的心结，为治极行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，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，也许未必有当。
然其断定黎州不是王学的革命家，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，他是王学的修正者，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疑。前目所谓黎州重实践、重功夫、重行，既不到悬空探索本体，堕入渺茫之壁，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，并未超出良人公所提致良知的心结。前目为黄黎州政治思想一节，多取名于代访录，所论与人公也稍异，引文亦略同。认为黄氏以具民主之创辟思想，所以则主要是代访录之所以作。人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士鲁之下问，也就是说，期待清廷的青睐，而正恰恰相反，是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。前目则据全主望之言，为成书之时1663年，朝夕烟尘，已无可望，更无可待，故而代访录。曾于黎州54岁时为黎州政治性为最后之成绩，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。然而事实上，黎州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性位，似乎仍有所待。继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，实乃代访录之底本。曾于前10年有戏曰：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，后之人果有因无言而行之者，又何以乎吾之自行其言乎？足见黎州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，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，其胸怀故非尽人可比。前目以人公赞赏黎州代访录所言尽是西方民主学说，虽无一词，却有意暗批人公曰：今读其书者，经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愚，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。人公并非不知黎州处境之艰愚，若为凡豪杰之士，往往反抗时代潮流，终身挫折而不悔。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，实有其创辟之见。不顾处境之艰愚而持此创辟之见，正黎州之所以异于常人。前李良对黎州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。王夫之好船山，其书自19世纪中叶始出，才引起重视。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，然所著《中国近300年学术史》与王学极重要的位置，并所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，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。前目论船山，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，观点也基本略同。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，比前人见识多了。前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，并推而远之曰：船山理趣甚深，词论甚拙，不图近300年所未有。及类之宋明诸儒，其博大宏阔，又为精简，概无多让。
梁氏接触王夫之反对，纯主观的玄谈，而前一言传山切中流俗，便或是言行者道悉落空之病，以及须知无解之无当本体，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，本为人事生理之实也。故而既不空谈心性，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。此论也未托人工所说，传山提倡实行而不会原理。前目故标出传山喜言双动，以作演化之妙。喜言变动，以作演化之妙。为王是人文进化之说，弘辟深博，为传山之演化观，不仅演进化，也演退化，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机，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，其前世未及见之。前目甚赏王学，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神力之言，仍是宋明儒家己货，有以张载正盟的学风为镜，展露前世一贯从宋之主张主见，亦因而相较之下，远远古于习行，待正单以情愫，以前之见，皆不如传山之正。然以前世之言，以下之辩，以论李晚春，一论李晚春一节都有发挥。仅为就传山桂花建议的强烈民主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家论述，仅以黄书以种姓以下之黄有谨言亦带过，未免失之交臂。前目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良书，但论点颇异。前目一则曰：亭林之自古因，乃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，成名臣地纪立之遗序，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。再者曰：经学及理学，亦非亭林所创，因钱穆斋以先言之，亦在驳斥近人，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，以其历次扬名良知之说，虽未清出汉学之兴，前出明末王学反动，吾岂尽然？前世以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主，是亭林没有第二个人。然而细查之，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已清楚，不做第二人想。不仅认同人工种瓜故学博学有闻，行己有耻之经道，而且认为并是学者皆不足相兼并，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。又为以后清儒帅号为转己彼次，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，节传不能如亭林之精，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。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，则不可无也。
然则钱穆虽不因亭林为汉学开山，实以肯定其开山之功，与人公所言大同之异，小异耳。总之，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，故提倡实学。清学之渊源于此，亦显而易见。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，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还详。太言所谓宋学自清以节而无比无华，亦属事实。钱穆对清初三巨子的评价是与梁启超所见略同。清中叶之考据学，钱穆以传统学案题写学术史，但见学人先后出场，却难见学术与流派之演变。钱家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，但全书实未能尽到其来龙去脉，而以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，亦颇持异议。虽仍以钱家考据上承亭林，然承袭之机不同。白硕宇曾批评钱穆将故事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，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。虽言之尖刻，不谓无见，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。故事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串他人的著作，还不如忠实的抄书。而此一误解，却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。所谓上承亭林，是否即延续复古以抄书的传统？显然不是。梁启超之《中国近300年学术史》，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，实系对钱家考据学的详细总结。由此总结可知，所谓钱家考据学，却不免堕定还守，为考据而考据之机，亦非无据。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，常为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。然也不能忽略，钱家正当清之盛世，时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，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，对文化的承继，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，为乃至明末清初以来重视大问学的自然结果，能以内源说补外源说之不足，为大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，是不可一分为二。钱穆论钱家巨子以张叔树、戴震、东原以张学成实哉，与两世学术思想之交涉以焉未详，或由其门人续成之。戴震与张学成虽为钱家之要角，未得为包揽钱家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。钱书论及钱家时代，也为辖多元时代与学风的关系，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钱家的过程，以及两者间之异同。休宁、戴震至东原，可说是钱家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，不仅在考据学上别开生面，从字义、名物、度数以及通经义，所谓信孤名而后义理名，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。
又令后世学者敬畏。胡适之就把代东元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，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。梁启超也说，东元所言绝是实证哲学派之口吻，而待政治精神渐焉，清学派之精神渐渊。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，而尊汉比宋之意义言表。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。然此恰为前目所能接受，并见诸其论述之中。如为东元学至江永，回涉又是诸子故里，弘上笃实，严厉尊诸。所谓代学原出诸学，张实在以先言之。为前目认为东元论学之变，由于受到会动的影响，使尊汉抵宋。尊汉抵宋，亦因而使前敌代，亦因而使前敌代。若为东元在四库馆盗窃赵东前教水晶柱，为至永乐大典即出以邀荣宠，其心术可知，则又效实在之次代矣。胡适之穷毕生之力至水晶柱，无亦为代世辩无乎？学者间相互激荡，是属平常。然东元是否闻苏州会试之风而变，并无确据。亦如胡适疑心孟子之意述证和袁善受到原理学派的影响，没有确据。
但东元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，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思想，即使他最后受到会动的影响而变，他的学术之精湛已远远超过会动。代学既不能归功于会动，亦不能将代之义送公诸怪罪于会动，更不能说代助会夺宋如讲义理的传统。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，而是其来有自，应是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，发现东元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期作品中得其根源。然则戴震思想有变有常，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。东元晚年从变性义到变理气到变理义，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，并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。钱穆虽认可东元考证之精拙，然并不认同其义理。太原强言代之名著《孟子志义述证》一书出，学者自是博成诸，而钱穆遵从诸子，始终如一。晚年撰100万言诸子新学案，开宗明义即位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诸子，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，留下莫大影响。瞻观全史，恐无第三人可以伦比。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，自不能容忍批宋公诸之论，故斥东元所论激越深刻，诋毁于混，以东元颇自汗焉。亦因而下士东元曰：于观传山议论，颇多与东元相同，然传山即尊宋儒，其事超于东元矣。因亦颇为借重张实在批代之言，若为东元以诸学传统反攻诸子，故实在讥之，为其饮水望源也。更说学问之事，不尽以信估考试，以夺代学之长，并断言东元会有余而事不足。钱穆颇恨以诸夫子为难之人，大是方东树。前世毛头记指定东元，与张实在自多表同情，然张氏在钱家时代时遭冷遇，其书亦未出。钱穆专章论实在，与东元相抗衡，以张大其人。所谓东元实在，乃钱家最高两大师。亦如人公谓张学成为钱家全盛期与退婚期间一重要人物，不免夸张。实在之成为重要人物，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，实在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。实在针砭汉学家之言，即为钱家汉学家所知。
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？以时代学术之重要，端视其影响的深远、深浅，以及反响的轻重。就此而言，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。梁启超以段义才、王念孙、王隐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，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，其一脉相承，总是真华之基，理然可循。钱穆则以焦礼堂焦循，阮云台阮元，林次仲、林廷堪继代之后，三人顾及重东原，亦接受东原的影响，然为尽受戴氏还礼及钱穆之见。焦循虽学中东原，不免逆时代考据潮流，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，故思辨深赞，可以东原实在鼎足，甚至较东原为严密，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，进而能中代元张学成张学成代张两家之长，字数一致，所可译者，礼堂既未得读实在之书，又何从终其长乎？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，尤其时变旁通之意，以异端直一之说，非同凡响。钱穆虽言礼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，实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。如时变旁通，是否以发清记变通思想之先生？异端直一，是否以具多元思想的色彩？皆大可推论，实无需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而。阮元之学故意植根于东原，自古训明，而后义理明，训孤明了，而后义理明。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，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，故谓阮重实事求是，近乎诸子；焦主自私求通，近乎陆王。有焦阮性情之意，以明学徒之臆测。再因阮氏出处较显，铸成汉宋兼采之风，所以以礼易戴之礼，然论经实以戴同尊行清。曰：东原言性善，专就食色之性言之；以次重言礼，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。同一师也。而灵魂术礼的旗帜，更沿汉宋门户，则杨代之风而益甚矣。为灵亦颇道汉学流弊，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志为然，也不以喜胜演周孔为然。列此皆颇合钱穆之意，
前目标举东元后学之意，可以列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意趣。前目论述论教训阮元灵庭刊之语，附录方东树、方直之，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。事关桐城派侠院攻花汉学。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相对，遍抵盐湖会带所学，不遗一例。为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，故多依旧，然仍为其针砭汉学家处，却多切中其病，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。前目则谓黄东树之书，火烛为汉学针砭，有乐见其尊护诸子，虽因方式适口无忌，其书之水准也不及时斋之通义，以陈理之学思路，但风格差劲，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，并可觉其病痛者。但是梁前两世均未对此一公案做全面的探讨，并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。前世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，隐约不彰。按照章太炎的说法，待朕自学深邃，令诸儒赠怂，便为弟子。天下人虽敬重经儒而轻文士，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。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，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，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，徒援引乎没，大言自壮，故尤遭轻蔑。姚鼐想做代朕的学生，未被接纳，感到羞辱，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。后来方东树写《汉学相对》一书，虽不完全是污蔑之言、污烂之言，然方士本人亦属文士，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复言，所言汉学弊端，仅仅是为士反争纠纷。近人朱维征以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。那位姚鼐死后，将还转汉学师承记，以区别汉宋门户。又转宋学渊源记，独不记桐城朱家，因而结冤。方东树及姚门弟子，反应最为强烈。凡与汉学有关之人，都在攻击之内。尤即使于代朕与扬州学派，以维护诸子以发明道统自任，学术价值虽然不高，但颇得桐城、杨湖两派之声援。更有近者方东树身后，正值咸同大乱，曾国藩被当世方苞自居，以明道救世自任。汉学相对亦随事变而风行一时。然而变局之下，
汉宋时两败俱伤，双双凋零。诸事所论，颇能补前两功之缺。该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需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，且需顾及学者间之隐情失踪，亦需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。前目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，不脱旧时还礼。实难阐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。晚清学术史。晚清学术造自钱家朴学四维之后，讲求复古。钱家考据学风崇尚朴实，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，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有谈无根。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繁琐、僵化而枯燥，至道咸之际衰相已著。梁仁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居于汉学本身，因迟滞而腐败。汉学家尊古而善于之矛盾，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，是以经世纪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钱家清学的衰微。前目论清学之衰，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元以来朴学家立指宋儒之徽事，故述衰世之记起者，多以调和汉宋为言。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旧学与新学的良方。不过畅言汉宋调和，即使能够落实，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与降的事变，殊为可疑。而此一关键问题，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。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，汉学因经文的复兴而趋分裂。经文之复起，这与钱家兼著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。然经文之惨绝奥旨，往往千罪比附，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，自非前目所能允可，故目为浩荡之风，较其比试会动有过之。若为其实，则为供养，又转而为经文。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演学晚清百年来之风气，而震荡摇撼之，学术自道同趋失灭，无救二应。前目此语。总结经文学在晚清的影响，认为关系到学术之道的失灭，甚至将清代的覆亡归罪于经文。此等大事，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，明其因果，岂能一笔带过？梁启超将经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。钱穆也认为，常州经文学虽然其庄存立于刘宏禄、宋凤祥
然便以龚自珍以为源，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。原因是龚自珍是将经文学派之清古经推展到注重实证，龚氏却是清如在百年文字阴影之余所开发出政论风气之一人，在学术上固然为全家经学的反响，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生，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世人。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。